选举的日期愈来愈晚近，假信息嘛愈来愈多。内政部表示讲，今年年初就设假信息相关的机制，嘛一直有提醒民众信息就唔通乌白传。嘛强调讲，这届选举影响上严重的，可能唔是买票，是假信息。伫咧社群平台流传的监听资料，讲有几条称为个人被监控。1月8日时阵，一份声金党伫咧流传，内容是民众党主席郭文铁批评副总统赖清德访问美国。伫总统选战愈来愈晚，这种假消息是愈来愈多。内政部长林佑昌讲，这边影响大选上严重的，可能就是假信息。这一次影响介选最严重的可能不是贿选，最严重的可能就是用这个真假的一个讯息的错乱来影响这一次台湾的大选。内政部伫选举的假消息有甚物款的严防的机制？林佑昌正保守的回应讲，全面爱最近来守好。上重要就是莫阁传一寡假消息，民众对假消息的分辨也正重要。亲像若是看到简体字或者是来源不明的信息，就要特别注意。前提就是说，要怎么界定它是假讯息？大部分的民众没有这样的这个辨知的能力了哈。有没有中国的黑手伸进来介入台湾的选举？我想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只是说到底是介入的多深，介入的样态到底是什么样子？伫副总统选举资格引起争议了，中选会已经认定全部拢合格。也毋过，立法委员参选人的资格会伫10个开委员会议来审定。要等到所有的资料到齐了，我们15号开委员会的时候才会进行审定。审定的结果会跟大家来说明。选前倒算白热化，假消息只会愈来愈多。警政署伫最近已经查到境内协力者案件依然伫咧侦办中，调查局、刑事局将会24点钟后收集情报。若是查到境内协力者，将会依照反渗透法上办。记者综合报道。